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撒母耳记下卷5章第1节到10节，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苦难。苦难从基督信仰角度眼光来看，它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表面来看，它是一个负面的。但上帝有他的旨意，也借着这样子成就了救恩。不久之前，我们谈过这个搁浅这样的一个主题概念。基本上对于一个行船的人来说，搁浅是一个负面的，但对于面对大风浪几乎淹水沉没的船只来说，能够搁浅却是一个重生的机会。大卫被扫罗王追杀的情况也是负面的处境，但是最终上帝让他胜过了一切的困难。大卫他不但得到人民的爱戴，他更得到了上帝的同在，最终能够登基为王，统一了全以色列。这全以色列包括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。这是撒母耳记下卷5章第1节到第10节记载的。经文说到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，以色列所有的支族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：我们是你的骨肉同胞。从前当扫罗还是我们的王时，你已经带领我们以色列人民出入战场。上主曾经应许你说，你要做牧人，领导他的子民，做他们的统治者。所有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王。大卫就在上主的面前跟他们立盟约，他们就告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做王的时候是30岁，在位共40年。他在希伯伦统治犹大7年半，在耶路撒冷统治全以色列以及犹大共33年。大卫王跟他的部队准备要攻打耶路撒冷，当地的耶布斯人认为大卫不可能征服这城，就对大卫说：你永远进不了这城，就连盲人和跛子都能够击退你。但大卫却攻取了他们的锡安的堡垒，那就是后来人人熟悉的大卫城。那天大卫对他的部下说：谁跟我一样恨恶耶布斯人，要打垮他们呢？就得从这水道上去攻打那些盲人和跛子。因此有这么一句的俗语说，盲人和跛子不能进上帝的殿宇。攻取堡垒以后，大卫就住进去了，并且给他起名为大卫之城。大卫在这个堡垒周围筑城，从山的东边那块地开始建造。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与他同在。他成为了一个强盛国家的国王，是在被扫罗追杀时期那个大卫他无法想象的一个结局。保罗是初代教会里面最伟大的使徒还有宣教师之一。现今的新约教导有非常多的部分出自于他的手笔或是同工群的手笔，但是
保罗的宣教却是处处阻碍，苦难总是在等待。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书信，就谈到他的境况，他的宣教和当使徒的劳苦。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，我在说，谁都不应该把我当蠢材。假如你们把我当作蠢材，那就把我当蠢材吧，好让我稍微夸口一下。我现在所要说的话，并不是主要对我说的话。我这样夸口，只不过像一个蠢材在胡吹。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拿属世的事来夸口，我也不妨夸口一下。你们都那么聪明，居然乐意容忍蠢材。无论谁奴隶你们，占你们的便宜，陷害你们，轻视你们，还是打你们的耳光，你们都容忍。让我说句惭愧的话，这样的事我们没有勇气去做，但是有人敢在什么事上大胆夸口。让我说句不用头脑的话，我也有同样的胆量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我的工作更辛苦，坐牢的次数更多，更常受鞭打，更多的冒生命的危险。我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，每次照例打39下。被罗马人用棍子打过3次，被人用石头打过1次，3次遭遇过海难，1次在水里挣扎过24小时。在屡次旅行中，我经历了洪水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，来自犹太人和来自外邦人的危险，又有都市里的危险、荒野间的危险、海洋上的危险和假弟兄姐妹所造成的危险。我又有工作上的劳苦困苦，常常彻夜不眠，忍受饥饿，缺乏食物，没有住处，一步逼蹄。这且不说，我还为各教会的事挂虑，像重担一样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吗？有谁失足犯罪，我不满怀焦虑呢？如果我必须夸口，我宁可夸耀那一些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事。我们的主耶稣的父上帝是那一位永远受颂赞，他知道我不撒谎。当我在大马士革的时候，亚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派警卫把守各城门，要逮捕我。但是有人用大篮子从城墙窗口把我坠下，使我能够逃脱他的手。正如保罗自己所教导的，他不是夸口自己的荣耀，而是夸口自己的软弱，也借此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得荣耀了。诗篇21篇，歌颂真理。上主啊，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，他因你所赐胜利快乐。你成全了他的心愿，你答应了他的祈求，你赐给他无穷的幸福，把金荣冠加在他头上。他向你求寿，你就赐给他，使他长寿无疆。他因你的帮助而得大荣耀。你赐给他光荣尊严，你给他的鸿福永无穷尽。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。君王信靠上主，
因至高者的慈爱，他的王权永固。君王要搜捕他一切仇敌，他要俘虏所有憎恨他的人。他出现的时候，要像一阵热火烧毁他们。上主要在震怒当中吞灭他们，怒火要烧尽他们。君王要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他要杀戮他们的后裔。他们阴谋危害他，却不能成功。他拉弓瞄射，使他们掉头逃跑。上主啊，愿你显出你的力量，我们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。恳求主帮助我们面对人生，面对服事，面对种种的苦难的时候，能够靠主得胜，不叫我们在那些困难当中软弱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